各位觀眾，大家好。喺節目未開始之前，首先希望大家都度過一個平安愉快嘅聖誕節。今次由我 Jason 為你揀選2025年12月21號至到12月26號期間澳洲嘅重要新聞及時事。今集內容包括邦大槍擊後，新南威爾斯政府推出最嚴厲槍械與仇恨言論改革；邦大襲擊後嘅問責之爭；州政府與聯邦對皇家調查嘅分悉；風暴吹襲黃金海岸，建築吊機斷裂撞樓；Albanese 建議收緊國會議員出差津貼規則；向悉尼舊魚市場話再見，與我哋行過嘅最後一個聖誕。好，我而家為你作詳盡嘅報道。邦大槍擊後，新南威爾斯政府推出最嚴厲槍械與仇恨言論改革。喺悉尼 Bondi Beach 恐怖槍擊案發生之後，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喺今個星期嘅緊急州議會復會時，提出2025年恐怖主義及其他立法修正法案。法案被視為全國最嚴厲嘅槍械管制與仇恨言論改革措施。該法案已喺12月24號經上議院通過及獲准正式生效，標誌住呢一次立法迅速完成整個議會程序，旨在加強公共安全與反恐規範。新法案規定，個人最多只能擁有4支槍，農民同運動射擊者例外，最多可擁有10支槍。持槍牌照有效期將縮短，審查程序亦都會加強。法案仲禁止展示象徵恐怖主義徽號，喺示威活動中禁止蒙面，以及授權警方喺恐怖事件之後暫時禁止民眾集會遊行。呢啲改革旨在強化公共安全，防止仇恨言論同恐怖活動蔓延。州長 Chris Minns 同時宣布一項總額約3億澳元嘅槍械回購計劃，由州政府同聯邦政府各提供一半資金實行。呢一個回購計劃旨在減少槍械數量流入市場。雖然槍械擁有者團體同部分聯盟黨議員反對有關法案，批評此改革未能針對真正威脅市民安全嘅問題，反而傷害合法持槍者嘅權利，但係該法案喺部分自由黨成員支持下，仍獲得通過。此外，支持改革嘅倡議人士指出，邦大案中涉案者合法擁有多支槍械，凸顯現行制度存在漏洞，促使政府加快收緊槍械管制立法步伐。不過，反對聲音亦都隨之出現，民間發起請願行動，累計近9萬人聯署，反對部分限制槍械條款，認為新措施可能不切實際，而且忽視農村合法持槍者嘅需要。呢一次改革唔單止大幅收緊槍械管制，亦包括禁止仇恨言論以及展示象徵恐怖主義徽號嘅行為，顯示州政府正就點樣喺提升公共安全與保障社會自由之間確立新嘅政策方向。邦大襲擊後嘅問責之爭，州政府同聯邦對皇家調查嘅分歧。悉尼 Bondi Beach 發生恐怖襲擊之後，社會各界要求徹查事件成因與制度漏洞嘅呼聲不斷升級。前首席大法官公開呼籲，應成立全國層面嘅皇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調查，全面檢視反恐情報共享、執法協調、防範極端主義嘅相關機制，以及公共安全政策，係咪存在結構性上嘅漏洞？佢指出，事件牽涉跨州、跨部門與聯邦體系，僅由單一州政府檢討，難以回應公眾對問責與改革嘅聲音。不過，聯邦總理 Albanese 對成立皇家調查持保留態度，指出現已有警方與安全機構對事件進行聯邦層面同跨州合作調查，若果再設立皇家調查等額外審查程序，可能會令工作重複，未必有實質效益。因此，政府應該集中資源，優先推動即時改革。然而，Albanese 呢個立場亦引嚟部分法律界人士、反對黨同民間批評，質疑聯邦政府是否刻意迴避交由更高層級嘅聯邦機構進行審視。有評論指出，
皇家調查一旦展開，或者會觸及過往聯邦層面嘅政策判斷與情報決策嘅責任，令政府面臨更大政治壓力。對此，Albanese 未有正面回應相關揣測，僅重申現階段重點在於防止同類事件再度發生。與此同時，新南威爾斯州長 Chris Minns 喺事後嘅表態與行動明顯有別於聯邦政府。Minns 迅速承諾強化警力，檢討槍械與安全措施。佢表示會推動問責，並強調若有需要，州政府會支持同配合聯邦或跨州嘅官方機構進行更全面嘅制度審查，例如全國性皇家調查。分析指出，州政府着重前線治安與即時回應，所以 Minns 採取積極行動，而聯邦政府則強調依靠現有全國性調查機制，保持政策穩定與行政效率，並冇打算啟動全國性皇家調查。呢場分歧其實反映出澳洲聯邦制度下長期存在嘅權責張力，州政府主要負責治安與執法，而聯邦政府則掌管反恐與情報整合。因此，係咪啟動全國性皇家調查，而不單是選擇採用邊一種調查程序，而係涉及應由邊一級政府承擔責任，以及政府如何喺迅速改革與全面問責之間作出取捨，從而影響公眾信任與制度改革嘅深度與速度。風暴吹襲黃金海岸，建築吊機斷裂撞樓。聖誕節期間，一場突如其來嘅猛烈風暴吹襲昆士蘭黃金海岸，強風導致一座建築地盤內嘅重型吊機斷裂，並撞向鄰近建築物，引發嚴重安全問題。事件發生之後，當局迅速封鎖現場一帶，多名居民同埋遊客需要緊急疏散，慶幸冇傷亡報告。事發地點位於黃金海岸市區一個正在施工嘅大廈地盤。目擊者表示，當時風勢猛烈，加上狂風暴雨，吊機喺強風中失去平衡，引致部分結構倒塌，並撞擊附近建築外牆，場面驚險。警方與消防部門隨即到場，設立安全隔離區，並要求市民遠離受影響範圍。昆士蘭緊急服務部門指出，事故發生後，工程人員立即評估吊機嘅結構穩定性，並研究如何安全拆除斷裂吊機嘅方案，以防止進一步倒塌風險。當局亦都呼籲市民喺惡劣天氣期間提高警覺，避免靠近建築地盤或者高風險地點。氣象局表示，聖誕節前後黃金海岸受強風影響，天氣明顯不穩定，令到事故風險上升。州政府強調，將檢視相關建築安全規定，確保工程設備喺極端天氣下具備足夠防護措施。事件亦再次提醒市民，極端天氣對城市安全所帶嚟嘅潛在影響不容忽視。Albanese 建議收緊國會議員出差津貼規則。總理 Anthony Albanese 於12月23號提出一系列建議，打算改革國會議員及其家屬嘅出差津貼規則，以回應近期公眾對議員巨額出差開支嘅批評。Albanese 表示，已根據獨立議會開支管理局 Independent Parliamentary Expenses Authority（IPEA） 嘅意見，正式向薪酬審裁處 Remuneration Tribunal 提出修改現行規則嘅建議。相關改革希望喺2026年初獲得審議並正式實施。根據相關建議內容，國會議員同埋參議員嘅家屬將唔再享有坐高級機位嘅福利，而係必須乘坐經濟客位出行。此外，現行年度嘅全澳往返出差津貼亦將被取消。新建議嘅出差津貼只適用於議員及其家屬往返首都堪培拉與其選區或者參議員所屬州份之間，並將嚴格限制可報銷嘅開支範圍。對於部長級或者其他高級議員嘅配偶或者伴侶，只可喺被受邀請參加同職務直接相關嘅正式活動時，先至可申請相關旅費。Albanese 強調，呢啲建議基於制度透明度與公平性為原則，同時亦考慮到初為人父母嘅議員會有嘅特別需求，
確保呢一改革唔會對有實際需要嘅議員家庭造成唔公平。喺呢啲建議公佈嘅時候，正值多位政治人物因出差津貼爭議，受到傳媒同埋公眾高度關注。好多人認為收緊議員出差津貼規則，不但符合納稅人對政府開支嘅期望，亦有助提升國會問責同公眾信任。向悉尼舊魚市場講再見，同我哋走過嘅最後一個聖誕。隨住聖誕節落幕，悉尼魚市場 （Sydney Fish Market） 亦正式完成佢喺飄蚊燕子嘅最後一個聖誕採購高峰。喺節日前夕，魚市場一如以往舉行年度36小時聖誕海鮮馬拉松活動，由12月23號清晨5點持續至平安夜下午5點，吸引大批市民不眠不休排隊搶購海鮮，場面熱鬧。呢項維持咗超過30年嘅傳統，今年特別有意義，因為呢個係魚市場喺燕子舉辦嘅最後一屆聖誕馬拉松。市場喺短短36個鐘頭內賣出超過350噸海鮮，包括大蝦、生蠔及龍蝦等熱門聖誕海鮮。唔少市民清晨到場，只為趕喺貨源最充足嘅時候選購心儀食材。對好多居住喺悉尼附近嘅市民而言，去魚市場選購新鮮聖誕海鮮，早已經成為一年一度嘅節日習慣，一代又一代人喺度留低共同回憶。不過，即使並非住喺附近，亦有唔少市民同埋遊客，包括我，亦都可能包括你，喺唔同時節到訪過魚市場，享受新鮮海產與各式美食，喺熱鬧嘅市集中度過歡樂時光。而今年，隨住舊魚市場度過最後一個聖誕，唔少老顧客喺社交平台感慨，呢個係佢哋最後一次喺呢個熟悉嘅地方選購節日海鮮。亦有人回憶，多年嚟曾經喺呢度同親友選購、聚餐，累積咗無數珍貴片段。隨住魚市場將喺明年遷往 Blackwattle Bay 新址，位於 Pyrmont 嘅呢段人情味與喧鬧交織嘅歷史，亦都正式畫上句號。新嘅魚市場即將展開新嘅一頁，而舊魚市場多年嚟陪伴我哋走過無數個聖誕嘅回憶，將長留心底。再見啦，悉尼魚市場。歡送完悉尼魚市場之後，今集嘅節目亦都差唔多到尾聲。隨住聖誕啱啱過去，大家慢慢整理節日嘅歡樂回憶，亦開始準備迎接元旦嘅來臨。喺呢度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報道，記得按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下次再見。